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月7日下晡新闻，我是陈志安。先来看今日新闻重点。台一宣布过年要加开234班车，甲去年过年比起来，逐工是加8000几。后礼拜拜3拜4开放订票。日本石川新年发生规模7.6个大地震，咱外交部宣布捐6000万入票，卫福部嘛开始救灾考察。去年底成立关炮的顺捷消防员尤尚华，今个别室内政部长林佑昌去致意颁发保养令。新闻是开始，先来看新的台铁公司工会继续连续过年依法休假，无要加班。不过台铁今日是照常宣布讲，过年要加开234班车，那甲去年过年比起来，平均逐工会增加将近8000个车轨。按算后礼拜拜3拜4会开放订车票。下个月就是农历春节，台铁公司宣布春节连假加班车专线运营会比平常时增加6%，甲去年春节比起来，平均逐工增加7994个位。西到饭店开始开放东部干线一般对号列车的订票，7早饭店开始开放西部干线一般对号列车的订票。还可以啦，早点买应该都买得到。就是以我搭那么多次的经验，我觉得不会做不到。根据了解，台铁春节加班车去年2摆加班车。总共加开499列次，加挂180来个车厢。今年第一波全线加开237列次，因为台铁省港进前就宣布，春节期间连续依法休困，无要加班，也让国民众烦恼春节无法度顺利回乡。会担心，只要把安全这一块做好。那当然是最重要，而不是只是因为透过公司化。主管单位是必须要严正以对啦，要积极跟他们来沟通，双方大家必须要以这个服务多数民众为共同目标啦。学者建议台铁公司化了后，应该赶紧补救人力问题，这样挽回乘客对台铁的疏忽信心。政府也要继续协助，这样帮助民众，避免因为廉价疏运的问题来烦恼。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日本航空的飞行机拜二暗时伫羽田机场甲海上保安厅的飞行机相撞，造成5个人死亡。日本国土交通省公布完整的通话记录，讲塔台是有准日本航空的飞行机进入跑道，共这时间海保厅的飞行机是并无得到允准。国土交通省公布事故发生进前10分钟，塔台甲2架飞行机的完整通话记录。日航班机核准降落伫羽田机场发生事故时跑道，海保厅的飞行机是被告知去跑道附近的等待点，然后塔台无对海保厅的飞行机发出紧急跑道，或者是起飞许可。这个海保厅飞行机的机长伫事故发生了后表示，迄时阵已經得到起飛允准的講法完全是無共。客観的な資料を提出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した。これが事故原因の究明につながる一つの材料になると思いますが、細かい点については今の段階で私から申し上げることはできませんので、その点ご理解をいただきたいと思います。已经小可乌马买一航516班机甲海保厅 JA772A 飞行机残骸，要伫事故发生的时跑道。日本运输安全委员会派大家调查人员到现场展开调查，搁找到海上保安厅飞行机顶悬的飞行记录器，因为被弄的海保厅飞行机迄时阵准备为羽田机场出发，在地动相关的物资去新宿航空基地。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初三表示，虽发生5死1伤的不幸事故，不过运送物资的作业无受影響。日航前機長小林宏志認為，這個事故唔是機械問題，是人為過失。管制官とのパイロットの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を聞きますと、やはり JAL の場合はすでに着陸許可を得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ですのでですね、やはりおっしゃった通りに今回のトラブルというのは管制官と海上保安庁のパイロットの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のその不具合があったんではないかと思います。小林宏志也透露，日航每年都要求机组人員至少進行一擺緊急疏散訓練，也複合在這訓練，用要幫助客機才能順利脫離，若無可能有嚴重傷亡。日航516班機是空中巴士 A35型客機，2021年11月交期予日本航空，空中巴士也派專家去日本支援調查。公司新聞鄭偉仁報道。同款是伫日本就綜合報道。
去年底，新竹县一个非法移工宿舍火烧，相关油上化殉职。早起办告别式，内政部长林佑昌嘛去致意颁发保养令，甲油上化推升做大队长，丢面总监。一直用手七目屎，面对囡仔过身，家属真艰苦。新竹县消防员尤尚华伫一场大火殉职，初时举办告别式，场上播放追思影片，也互在场真侪人想起甲伊相处的一寡代志，忍不住后甜流目屎。画面一幕一幕记录着尤尚华工作的专业认真，私底下热情温柔。伊的同袍啉着悲伤剪接影片，追思会一天也亲自到场送别。全国各县市的拍片兄弟，佫较是同齐在场悼念。国旗甲消防旗拢嵌伫棺材顶，代表伊的牺牲奉献甲英勇精神。包括内政部长林佑昌、消防署长肖焕章，也佫有新竹县长尤文科等人，拢相连续到场致意，佫较颁奖保养令等，佫推荐为大队长。尤尚华因公殉职，爱回溯到去年12月底。新竹县一处移工宿舍发生大火，伊带队冲入火场抢救，将受困死的人救出来了后，继续入去厝内搜索，杀死2落烟熏气，最后死伫火场。险过急救，亲像是逃狱的移工。代志发生了后，拢无看影。家属的提出来的一些请求我想我们都全力在协助当中。那至于这是移工的部分，这个情况正在查缉当中。除了会继续协助家属，林佑昌也表示，全力查缉为火场逃走的性命移工。若失去亲人了后，就算是家人有搁较侪唔甘，也将目屎化作祝福，陪伴伊家园最后一里路。记者综合报道。大选剩最后一礼拜，夏武基是搁再强调一定会做联合政府。不过国民党是批评国民党即摆安尼做，就是要弃保。虽然拿八是甲袂成，不过两人是拢批评赖清德到要选举才要公开高端的合约。因赖清德是表示国民有了解权利，所以应该爱公布。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的帮忙，谢谢大家的支持。沿路甲民众致意，民众党总统候选人郭文德初时回访故乡新竹，车队扫街。面对民进党赖清德暗时也要到台北造势，郭文德讲家己准备好就好。也不过对国民党赵少康讲起，若当选邀请郭文德讲告魁，郭文德批评国民党就是咧操作弃保。他现在在玩的把戏就是那种弃保，一直在为弃保做铺陈。还有一点这一种话，赵少康出来讲，本身就是一个失格。在蓝白合议题里面，我答应要成立联合内阁。我有一辈子对任何事情说一就是一，所以联合政府势在必行。国民党侯友宜强调会用人为才，那大选进前发生新北国中生和同学攻击死亡，死刑的尊费议题佫铺就台面。侯友宜提出防治校园暴力4大主张，司法监管、顶界辅导、加强安检、加重刑罚。佫较直接讲反对废死，也要求赖清德表态，敢是反对废死。赖清德早起到桃园孤山寿山岩，观音寺参香祈福。因过高端议题选前继续向高度检视。赖清德捌发声赞成公开高端要不要合约，那是向侯友宜批评拍击球。郭文德更加批评赖清德一直是副总统，今年花前煞对高端争议无出声。赖清德亲自回应：我坚定的主张，因为高端的合约已经立法院调阅过，监察院也已经调查过。基于人民知的公益的精神，高端的合约应该是要公布。赖清德也搁一次批评中国介入台湾大选，也强调，若互中国支持的人当选，台湾民主会完全消失，呼吁爱团结捍卫台湾民主。记者综合报道。今日副总统候选人这边，民进党的萧美琴是去到苗栗陪2位候选人扫街拜票，也民众党的吴欣盈是伫咧高雄。另外，法务部最近有咧查境外势力甲伊选举，其中新住民就是侦办的重点。国民党的赵少康都批评，这分明就是歧视。侯友宜胜选，赵少康
城话当选全国文化改革学界等举办造势活动，填后空配。大选投票伫要到啊！法务部伫行政院会报告必须加强查缉的5大境外势力介入选举模式时，加新住民列做头一个，也引起争议。外界认为加新住民点油做记号，这个做法无妥当。那应该是平等对待他们，应该呢要让他们觉得有宾至如归的感觉，而不是把他们当成外人啊。什么事情危险就先查他们是不是匪谍啊？他们到底有没有什么这个违反这个反渗透法等等啊？我觉得非常不好。针对绿营一直批评撕掉中共董事长，不过还阁有持有股权这件代志。赵少康是搬出郭台铭是鸿海董事，张忠谋是台积电董事，不过两个人也是有这个公司股份，讲中共的股份都是家己的投资。剩下9天要投票了，让美德赢台湾。民进党萧美琴早起到马营优势选区苗栗，陪立委候选人车队拜票。萧美琴表示，苗栗甲较早捌服务过的花莲正港，也希望台湾整体资源会当平衡发展。那苗栗是跟我过去服务的花莲一样，有很多类似的地方，我们都希望台湾整体的资源能够有更均衡的分配以及更均衡的发展。那我们更希望苗栗可以看到年轻世代。并六前也有民众党副总统候选人吴欣盈持续坐车拜票，早起到高雄拜票，因为烧声也是大声话，选民都爱支持郭英配。感觉到自己这24小时来，民众的这个热情，年轻的家庭啊，爸爸妈妈带出小朋友来，跟我们一起合照，然后叫我们说一定要拼下去。专业催票，吴欣盈讲，这是一场三卡都的选战，希望大家投新鲜的一票，爱民众打破压力，做国家的主人。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新北学生挂暗棍的事件，张死者家长是发出公开批，强调反对废死刑。死刑的争议伫顶礼拜总统候选人的辩论会当中，嘛是高峰的重点。校务局是搁再强调反对废死刑。高检长是认为爱对犯罪源头去改善，今仔国民党是讲爱甲犯人关一世人，永远拢莫甲放出来。2月13就是投票日，选战已经拍到尾段，3组总统候选人伫咧废除死刑的议题嘛战甲一扑扑，而且伫电视辩论会顶观拢有表达家己的立场。台湾有80%的民意支持维持死刑，反对废死，所以今仔日。嘛咧问民进党，你执政8年啊，甲执行过2件，即摆还未执行的38个，这些人对我们受害者如何交代啊？原来赖清德是强调死刑要有严格谨慎的执行定序，上要紧的是要对犯罪源头去改善。台湾现行司法在死刑执行上有一套非常缜密的程序，很多人不希望废除死刑。我理解大家心中的不安，但我们仍应回到问题源头来改善。最好的刑事政策其实是社会政策啊。另外，郭文泰是表示，执行死刑有国际压力，伊是公开提出终身监禁的做法。死刑不管在大陆、在台湾，甚至我像在华人地区，这是有文化基础的。可是要面对世界的这压力，怎么办？你知道啊？我目前想得出来折中方案只有一个，如果真的要不执行死刑，那就真的要终身监禁，不能放出来。3位总统候选人分别徛伫无同款的立场，提出家己对死刑的态度。废除死刑的议题伫台湾有关是非常有争议，但是死刑敢就代表实现正义，死刑敢会当阻止犯罪。台湾是民主法治的国家，民意人权和国际压力等等，拢是未来执政者爱思考的重点。记者卢尚如、曾俊尧台北报道。国防部拢有咧编预算补助住伫平安夜边仔居民，上侪有1000万。最近有个修改，针对高风险的所在，补助会个增加。一年以来，若考场有超过100工，佮加领1成。火炮内对厝顶飞过所在，嘛加1成。地方嘛真赞同。国军协助强军的威胁，强化战备训练，暗过时段射击的现场，也为当地居民带来无方便。
国防部落实敦亲睦邻，要互因津贴的补助。睦邻顶级区分6级，上低第6级是100万，上悬第1级1000万。另外，7国公告修正国军训场睦邻工作要点，按算16开始实施。新增加受影响安危风险较悬的所在，应订照补助的比例，年度涉及天数满100天，应订照补助10%，每超过10天，各增加3%。另外，炮弹飞过面体顶悬，会增加10%。有分为公益部分跟硬体建设部分啦。硬体建设部分就是1100啦，50%，公益的部分就是人身证都可以用这笔钱啦。要具体补偿啊，就是说他今天没有办法出海，你有回馈金都是用在公共事务上面。那实质上他没有出海，又没有收入，这个根本没有得到实际的那个就有具体补偿啊。这个部分我们以后会写得更精准一点。国军睦邻经费也扩大用途，应用在协助环境保护、疾病防治等，也担任社会运用，包含老人用餐等照等。按过屏东九片基地长期伫附近海域演练飞弹试射，附近居民当年饱受困扰。九片船长认为，国军展现诚意，按过补助看得到吃袂到。经费来到地方公所，也许这些公所他们有他们另外要去运用的部分，他们会去分配。国防部针对受补助的地方公所，有居民电控或者是渔船伫社区管制期间，进入管制范围有处罚的机制，每一摆减扣10分，会影响补助的等级。所以新条文要求地方公所除了全力配合国军训场任务的达成，也主动协助处理地方的抗议。记者综合报道。即马过年要到，这诈骗就特别多。台东道一个70岁妇人人，因为看到网络有人咧招投资，就叫人骗200多万。最近伫网络顶，佫出现一种新年送红包的宣传，警方是强调，这拢是诈骗集团的诈骗手法。银行的监视器画面上环境为着一个富人人，甲伊说明汇出200万是一场诈骗。扣款过程当中，环境想要为富人人调查清楚汇款的用途甲对象，请伊提供手机网络群组的对话，依法拒绝。不过经过环境好心可劝，伊才讲出这是一个成亿挂风客户平台提供的投资案，而且已经先回复对方255万，这摆爱到180多万，分2摆汇钱才提回来80多万的获利。不过，经过环境的查证，根本就无这间投资公司，富人人家打消过汇钱的想法。查一下这个公司到底是有没有合法？好，看诚意投资是诈骗。自赖加入诚意投资后，坚信诈骗集团高报酬的投资，并已投资了200多万元。目前呢，需缴交劳务费用180万元，才得领回获利。特别过年，各种诈骗手法是爸爸款，亲像新年送红包、送礼物网站，已经未少人伫网络顶悬点发。警方表示，安尼手法会互诈骗集团摕到个人资料做不当的使用。他盗取民众的 LINE 的账号之连结的时候，就很有可能登录盗用你的 LINE 的账号，然后去从事诈骗的亲友。警方强调，年节期间诈骗集团会利用民众贪小心理，利用网络提供假平台来诈骗，呼吁民众应加量政府或者是非营利组织破解诈骗的网络来查证，唔通被骗走钱财甲个人资料。记者综合报道。伫咧花莲有一个1岁查甫婴仔，因为爸母的工课实在太无用，就甲囡仔交互社会处所介绍的年母来照顾。不过最近却发现讲，这囡仔身躯顶全伤，问到到底，这年母才承认讲，伊的翁婿有对囡仔来动手。平常时啊，拢伫年母遐托婴的李小弟弟，最近转去身上拢有一寡伤痕。因为年母讲，迄是甲其他的囡仔耍的时，因为杀来杀去跋倒，一直到去年12月2日，囡仔的头甲阿妈滚真个所在乌青，家长开始怀疑代志无单纯。小朋友脸部有大面积的淤伤、红肿，然后下巴翻起来，哇，也是很严重的淤伤。致电给保姆说是撞伤，我说这个是人为的，他有跟我承认说是先生殴打小朋友。
但亲请用囡仔的李小姐受气阁唔甘，怪家己亲手将后生送去一个危险的托婴环境。不过，这个托婴单位也是关乎社会处每届的合格义务，关乎平常访视客家的效果到底伫大，互我界真怀疑。我们会给这个保姆呢做相对的这个处理哈，但是这个都还在做整个行政作业程序中。那目前先以暂时停拖。更较互李小姐受气的是，后手联络题目，不过对方说讲要去庙拜拜，也及早互家长到托婴的地点了解情况，期间移到警察局报案。分局完成受理报案程序后，立即通知涉案人员到案说明。依涉嫌违反《儿童及少年福利与权益保障法》及刑法伤害罪，函送花莲地检署侦办。关府社会处强调，已经启动紧急事件定数，除了行政调查、保护调查之外，也是安排幼体专家案底。不过根据家长观察，李小弟伫情绪变较会惊吓，哭惨闹，家长表示要对义务提告。记者综合报道。体育政策催生联盟等等的民间团体指出讲，2022年全台湾有超过27000个义务，所有6成以上拢是50岁以上的。这就代表讲，未来10年以来会有超过16000个义务要退休。未来恐惊要找义务会真歹找，好政府爱提悬义务的奖励金，才才有人来做。虽然为1月开始，托育补助调悬到每个月13,000，各政党总统候选人也提出各种的托育政策。不过，托育政策催生联盟等团体在去开记者会表示，公共托育的根本问题也是伫前顶，因为根据统计，2022年全台有27134个灵母，50岁以上所占总数6成以上。未来10年之间，到16000多个灵母会陆续退休，恐惊互家长愈来愈歹找到灵母。那因为我们其实就是夫妻2个人，那如果没有保姆的协助的话，其实我们在兼顾工作跟家庭上面，其实就会非常的困难。现托育政策最大的问题就是政府没有对于提供托育服务的工作者提供相应的支持，保姆的薪水可以养活自己，但是难以养家。托育政策催生联盟表示，灵母的薪水是托育费加托育补助组成。不过经过来算，只有新竹市、金门县、延安县的灵母全职收入应负担请养一个囡仔，其他县市灵母的薪水当然能勉强家己生活，无法度请假。互真侪少年人无愿意做这头路。政府虽然说每2年会依物价指数来去调整费用，可是它其实费用定出来，它就是一个上限。当今天如果保姆他是很用心，他想要投入更多，或是家长有他特殊的需求，你费用也是没有办法加上去。那其实变相会让保姆认为说，我的费用就只有这样子，我做再多也只有这样。面对托育服务人力的流失，民间团体也共同呼吁政府应该将灵母的奖助金为即卖1年1万支调悬到1年2万4，各互奖助金改做依照托育人数等比例加钱，这样互更较好的年母能留落来。而且，佫吸引更较侪人来加入。记者综合报道。我还看到高雄凤山的大同公园最近有咧办灯会，去卖招游客。不过有民众发现，公园的便所敢若是用玻璃咧围，若是开灯会，内底是拢总互人看现现。公园处是表示会赶紧来改善。暗时公共便所火一光，对外口玻璃看入去，便所内底的人动作甚至表情一清二楚。往里面看，非常的就是清楚他们在干嘛，都看得到。那我们想说，这毕竟是隐私权的问题哦，而且有碍观瞻呐。高雄凤山大同公园男女便所壁面的玻璃，天光对内底会使看到外口，外口看袂到内底。但暗时开火了后，状况就颠倒变，互便所的民众拢无温书。是有点怪怪的，好像有看到里面的动作嘛。如果说有居心不良的人看到是年轻女孩，或是要对她不利的话，这样子女生可能会担心。真侪民众感觉危险，而且有一点仔危险，因为便所内底有房仔砸掉的，嘛有部分民众无要紧。公园职工表示，玻璃设计是为着好看，并呼应网友心灵，煞意外引发温书问题。男生不会，女生有一点忌讳啦。夜间因公设内部照明下，导致隐秘性不佳，公园处已立即派员处理，先行降低该玻璃的透视度。初时透早查甫的便所玻璃已经先炸起来，因为大同公园目前有灯火点出，暗时会有袂少游客。公园处表示会赶紧改善，让民众安心的便所空间。记者陈焕武、陈显坤高雄报道。
针对新北学生挂案卷的事件，教育部今邀请6都的老师、家长甲学生团体举办学校安全咨询会。这个团体是作为呼吁，爱紧甲校安相关的人士保护条，家长嘛管教责任。教育部邀请6都教师、家长和学生团体校园安全咨询会伫10点开会。会议进前，台北市高三工会和各类教育团体拢表达因的诉求。1年级才刚入学，那如果有一个副导师，这些特殊班级有学校观察后提报特殊班级的话，特殊的普通班，那试行增设一个副导师的制度。北高三认为提出需要特殊管教的普通班级，也要增加辅导师的制度，才当随时入去班级协助。面对出现特殊状况的囡仔，要由专职的校安人员协助处理。全高中理事长侯俊良去咨询会进前也举行记者会，强调面对有风险少年，真正需要有够的管教人力。它不是一般的我用正向管教就可以处理的，我可能要一些强制力。其实学校里面学务人员都扮演这个角色，但是后续家长、学生这边的一个投诉，我又举不出一些证据，怎么样去做处理？那这个部分可能会对于我本身自己的一个工作上，我会有一些限缩啦。全高中强调，学校是小型社会，角色分工明确，才当做到专业，而且是遵守法令的规定。建议教育部就要便利处理学生攻击事件的专职人员。也若歹管教学生，建议修法，透过强制亲子教育或者是罚钱，让家长担起管教责任。记者综合报道。今年开始，拜团的大户就要开始计算拜访量，假做明年团费要扣偌济基础。环境部规划要先扣掉25000栋的拜访量，才来开始算。不过，环保团体是认为这颠倒的鼓励部分的企业免遐认真来减团。摆摊有计，环境部今年启动摊费征收定时，3号甲关心气候的团体交流意见。第一届公布摊费计算公式，不过环团发现公式内底有2.5万栋，遮尔悬免征收夜道，烦恼恐惊小玉减团的意愿。开了太多的后门，让这个厂商有很多机会可以规避他们应该要负的责任。环团指出，若开放免征收的夜道，针对521间厂商会减收将近60亿的摊费。环团嘛指出，摊费有优惠的费率，若以现行2030年减24%偏低国家目标来计算，企业将有可能得算无好的减碳效果，有缘会当适用优惠的费率。如果你用既有的这些减量的规划，你就想去申请所谓的优惠费率的话，我认为说这些企业来讲，其实并不负责任的。那这样的制度的设计来讲的话，也没有办法达到加快企业减碳步伐的一个功效。针对免征收夜道，环境部解释，包括空补费甚至所得税，拢有免征收的夜道，安尼做是为了公平。未达2.5万吨，他可能排2.49万吨的人，他每一吨都不用交钱，那这样就违反这个公平的原则。所以我们采用这个扣除这个2.5万吨，是基于公平的想法。针对优惠费率，调解委指出，以中共做例，2030年减碳目标是25%，但国际上是40%，认为优惠费率的基准要重新检讨，无就算碳费会当顺利上路，减碳效果有缘互人烦恼。环境部是回应，优惠费率是以促成实质减碳来做目标。记者林静梅、曾志成台北报道。现代人囝生少，真侪学校考系因为招袂到学生，毋是要收起来，就是要甲做伙。亲像伫咧台中的亚洲大学，就讲要甲外文系、甲幼教系甲做共一个学系，这是引起学生的不满。学校嘛表示，目前暂时未变动，会去继续来讨论。小组会冲击一寡学校真专业招生，也是做校系整编工作。亚洲大学传出要合并外文系甲幼教系，毋过因为并系了后，学生的毕业证书可能会变做幼教系附属原外文系，所以也引起不满。那整并基本上就是看看有双语人才的一个教育人员的一个品性、停招的一个方式、教职的一个人力来做一些调整，是用停招的概念。那如果整并的话，是用驻籍，就是说期末大家先沟通，但是不是取消，就是多沟通。那我们往
往停招的方向这样。亚洲大学是讲，目前外文甲幼教系班级数是1:2，因为特别期末啦，会先维持两系运作，未造成伤济影响。未来会持续向停招的方向沟通讨论，若做外文系停招，维持发放外文系毕业证书。除了亚洲大学规划要停招，淡江嘛研究要甲西语甲法语这系整并做欧洲语文学系。文化大学是规划整并英语甲法语这学系变做欧美语文学系，国家中文系取消混作。亚洲大学的办学一向相当的正常了哈，系所的整并那表示说某些系所呢，它的招生呢有一些危机，那这个也是私立大学普遍的一个状况。那不论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去调整，都必须确保学生的权益，还有教学的品质嘛。教育团体表示，事后调整招生无好的这系数，会当选择停招还是整并，不过爱确保师生的权益，也有教学品质是不是受影响，来做上界适合的判断。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去年的8月，有一个唱水教练，伊骹捡渔船的引擎劈了加长，加载有接倒转来，即马已经会当去行路。医生提醒，万一若不行，爱紧甲长期的暴菌包冰水送到病院。那6点钟以来，拢也阁会付。甲长期所在接倒转来，伤口复原表皮嘛中间完成，经过积极的复健，虽然脚底感觉也会麻麻，不过已经会当慢慢啊行，日常生活嘛无问题。41岁唱水教练吴先生，去年8月伫教学时阵，不幸捡渔船的普罗皮拉加长倒骹，迄个时阵，伊随甲长期所在拔起来，搁互送学员转去岸边，所来互人紧急送病院手术。第一时间把这个断肢接回去，然后而且没有什么感染的症状，这样子强迫自己去动啊、去走啊，然后像是关节或是脚趾要拼命的要让它动这样子，因为我毕竟希望之后能够回去继续潜水，然后不影响生活这样。因为长期接倒转来牵涉到的层面真济，受理吴先生的家人中间病院第一时间调入各区别。尾啊，长期嘛，互人送到病院，随进行手术，加长面复位，骨头固定，再搁由进行外科接手，进行包括静脉血管的移植这个中间。意思是讲，会当顺利甲长期接倒转来，上界重要就是甲时间走休息。大概都希望尽量在4.5到6个小时，因为去减少这个肢端缺血的这个情况，能尽量去减少这个因为长时间缺血而造成后续一些肌肉的损害，或者后续造成的一些后遗症。医疗团队表示，长期接倒转来了后，只是开始，目前是会使行，不过也袂使走甲跳，会设计适合的复健计划，帮助功能恢复。也提醒，万一若是不幸拄到长期意外，第一时间就爱甲环保饲好条止血，甲长期放入清气的塑胶袋保存，会当外口放冷水，不过无建议直接放冰角，以免冰角歹去。若做会当及时就医，手术成功率就会大幅度增加。记者综合报道。罗西亚甲乌克兰双方是战甲未收煞，昨宣布要交换人质，双方分别要放出200多人，嘛是战事以来上大规模一届。另外，欧盟嘛宣布要针对罗西亚国家经营的船隻业者进行新一波制裁。感到目屎大来受难，乌克兰表示有230个战俘为俄方手头得到释放，包括现役军人加边防军。俄罗斯也伫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协调换转来248人，不过双方拢无讲，还有偌济战俘。Значний проміжок часу нам вдалося провести дуже складний обмін. Сьогодні повернулися в Україну 230 її захисників, серед яких є і бойовий медик, і захисники з острова.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伫社群媒体表示：“咱的主民倒来啊！”俄罗斯国防部发声明指出，谈判的过程真艰难。乌俄两国为2022年2月战争以来，把真侪届交换战俘。泽伦斯基顶个月表示，因为俄罗斯家己真特别的原因，所以停输变甲真慢。
欧洲联盟初三宣布，对俄罗斯国营选召矿业投人，也是全球上大的选召开采公司埃罗莎，加这个公司执行长马利尼契夫列入黑名单，拒绝合法签证，搁冻结资产，通下减克里姆林宫的金额。俄国2022年的选召出口总额是差不多40亿美金。欧盟表示，这个公司选召产量占俄国总量的90%，是普丁政府经济收入的重要来源。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那讲到西澳这2天，因为风台的来，英国是发布淹水警报，大风大雨嘛造成9万户失电，交通帕结。往塞车是半中途，互树仔跌着不幸死亡。另外，伫北欧的瑞典是连续2天都是零下40度的低温，嘛创下25年以来1月温度上低纪录。天顶一直落雪，受寒流影响，瑞典的温度是愈来愈低。北部拉普兰地区初三温度到零下43.6度，从1999年以来低温的纪录。瑞典气象水文研究所专家表示，瑞典北部有真侪所在温度伫零下25到35度，佮对瑞典东部甲南部发布落雪加强风警报。隔壁芬兰西北部城镇伊利回耶斯卡。拜二气温降到零下37.8度，有报员表示，部分地区这礼拜气温会比零下40度较低。首都赫尔辛基气温按算会伫0度15度到零下20度之间。I think it's all about wearing the right clothes. So first of all, cover the head, and then have a scarf that you can cover your face if needed. 这摆寒流也带来落雪甲强风，扰乱规个北欧地区的交通状况。围桥被迫关起来，部分的车甲渡轮也停驶。甲北欧比起来，西欧天气虽然无这么寒，啊，毋过一场风暴在当地的滚架。风暴汉克带来强风大水雨，德文郡南部海环艾克斯特机场风速到每点钟130公里，强风吹倒路树，带着一台车，或者50外岁查甫人死亡。英国有1万户停电，当局发布大水警报，真侪条主要道路因为大水关起来。法国北部也互大水淹去，这已经是当地3个月以来第2场的大水。Du coup, on est une deuxième fois victime des inondations suite aux crues. Donc là, on vient tout juste de se faire évacuer par les pompiers. Et on s'en va être logé puisque notre logement est déjà 50 cm sous l'eau et n'est plus habitable pour le moment. 德国北部部分地区也在对抗大水，下萨克森邦加做重灾区，而且气象专家暗算当地落雨会愈严重，恐惊会互大水恶化，强风也侵袭荷兰大片的所在。南部都市爱因霍芬警方表示，这70岁查甫人初日暗时为脚踏车顶悬摔落来，遭死亡，可能是强风造成的。公司新闻陈慧仁编译。这新的一年综合报道。转来看国内今年的全中运要伫台北举办，透早是开幕典礼，这嘛是全中运过12年以后，搁再转到台北来办。市长周万安嘛勉励选手摕到好成绩，连霸冠军。刚好今年特别不一样，是我们世中运之后，4月份台北市将迎来全中运，这是睽违12年之后，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再次回到台北举办。今年是我们的主场，所以也期许我们的选手能够争取佳绩，继续蝉联冠军。现场有万丰高中少年队的精彩演出，运动员代表随后宣誓会尽力比赛，展现运动家的精神。今年拍算有超过150间的学校来参加。比赛期间，4月22到25，嘛会停课配合赛事的进行。再来看彰化县道139线，定定咧发生车祸。最近有人发现讲，路边的电火条边有放一块碰床，有人认为是有人挑故意甲放伫遐，才袂有人搁去弄掉。不过警方是认为这是有人乌白蛋的，会来处分。规个碰床都安尼放伫电条下骹边啊，都是路边的护栏。头前有一台进前互人弄歹去奥多摆，不过这个所在哪有一块碰床咧？民众咧叫，可能是为着要防止有人出车祸去弄掉。迄个时速紧啊，搁下坡。你看迄有空迄窟窿，你看，迄拢搞着砰就落去啊。
这个碰撞就放伫彰化县道139线7.2公里的所在，才讲防护这死亡的灯源，因为灯源的角度大，路边阁有3支电条，和护栏之间阁有空隙，桥倒摆的人若准伫这个灯源是去控制家己弄着，就会掉伫这。最近一件是发生伫去年5月，桥倒摆的人骨折送病院。不过警方认为这个碰撞是有人黑白乱拼的。民众如有任意在道路上堆置足以妨碍交通事务，可能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82条，可处新台币1200至2400元。警方要依法处分，这个路段19公里到23公里是较会出车祸的路段。官府已经把车速限制缩限到40公里，有加装防止弄掉条啊。警方嘛会加强处理，希望会当减少车祸。不过台湾交通安全协会认为，除了限制车速，路边安全嘛爱改善。考虑到摩托车也出去的话，那比较简便的手段可以是放有的吸护栏，然后还有一个完整的平滑面，那这样车辆可以沿面滑行的时候，也可以避开这个电线杆。台湾交通安全协会表示，公共设施应该爱离路边较远的，路线引导，阁有发生意外了后，护栏的防护功能拢爱加强。交通工程嘛爱同齐来进行，才会当减少车祸。记者林建生、彭焕群综合报道。宜兰的所有港是宜兰县头一个空气品质规划区，大只的柴油车拢得要排烟检查合格，才当出入港区，违法上当会当罚到6万块。县府表示会继续来提出申请，未来伫咧县内转运站拢会来做空气规划区来管制。大货车进入所有港爱经过辨识系统，车牌这资讯都会随伫环保局的电脑跳出来。经过比对了后，确认大货车是毋是有通过排烟检测，若是无通过，就会照控无法处罚，相关罚到6万块。那如果未有检验或者是未取得标章的车辆呢，我们后续会寄发那个通知单，请车主呢尽速在时间内呢去完成检验。所有港去年元旦都获县政府公告是宜兰头一个空气品质维护区，大型柴油车必须要有排烟检测合格，才当进入港区。另外，入去港内的船，除了要求离岸20海里爱减速到12节以下，港内阁有设19座换电系统，公务船伫停的时阵爱全面使用换电，希望这个做法会当改善所有港的空气品质。记者排队进入阳明交通大学病院园区，未来也会管制，因为当地敏感族群多。环保局提出阳明交大病院的空品区管制计划，已经得到中央核定，听候行政程序完成了后，就会公告。到时阵进入园区的汽车，拢需要完成排烟定检。若是宜兰县各大转运站，未来原来规划纳入空品区的管制。那我们接下来也会针对包含像转运站，或者是刚刚讲到的敏感族群，或是高污染地区，这个都是我们未来会朝向持续去划设空品维护区的方向。所以其实对于环保部分，它一定是未来是一个还蛮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当然我们就是乐见，然后也愿意就是当然要积极配合。每座转运站立管各都客运加市区客运顶客运业者车排烟拢需要定检，客运业者对这个代志也真赞同，表示愿意积极配合。即摆车除了拢有照规定做排烟的定检，而且拢用6支环保车，也会规划甲客运陆续汰换做电动车，来降低废气的排放。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市65岁以上的人口有超过52万人，比例是6都第2。高雄市扩大长照2.0哮喘服务，目前合作的日照中心、住宿中心已经超过500间啊。依照个案来补助，民众的自费免到2成。由照护员甲治疗师豆豆将时段扶起来，互伊会当行路，帮助复健。长照哮喘的服务，其中一项就是照护员会当到民众厝内底斗相共。伫高雄南马溪有一个个案，因为翁婿开刀，后续该化疗复健，伊的牵手李小姐一个人无法度照顾，来申请居家哮喘的服务，减轻伊袂少的负担。做多差多多，尤其佮早上来吼，搞导游安尼吼。有当时也感觉，那礼拜伊有时候是礼拜四休困阵，伊就无小假话，我来，我感觉我咧在用加真忝呢。高雄市长照哮喘服务2.0的服务是增加日照中心、社区行政，其中申请居家照护的上济有15000多人，会照民众需求的顶级来分级，补助经验也无共。日照中心表示，即马伫中心内底时段失智的比例拢比新年较悬，所以课程爱多元。那个头壳的知识的部分，互认知会当更较了解。
慢个一直退化。按住引导，咱建议做，比如讲，咱建议去甲病人按住洗身躯啦，还是迄个陪伴伊啦，去因厝替伊服务。卫生局表示，目前使用高雄市长照哮喘服务有17000多人，因毋望使用人数搁增加，自费服务的部分，一般民众爱负担16%，加收入后是免费。目前合作的长照中心嘛增加到528间，来减轻照顾者的负担。记者钟义辉、邱昭荣高雄报道。过年期间，有真侪人拢想要出国，网络顶头也是社群媒体，拢有导游咧招人客要带团出国。观光署强调，假使若无执照，就袂使经营旅行社相关业务。若是违法招团出去，上当会罚到50万。休寒春节旅游大会就要到，不少人想要带团去佚佗。最近网络并且社团，也是赖通讯软体群组，拢出现招团招行李的信息。业者讲，带团旅游会当唔免烦恼旅行大细项代志，也会当加继续扣班机。其实我还是要考虑揪团去的地方，然后当然地方是个因素，当然价格也是一个因素。过年期间亲朋好友啦、3、5好友这样揪一揪，应该也可以成团的。不一定要不认识的这样就揪在一起的。也毋过民众参加旅游团爱细腻，交通部观光署表示，民众向无特定人数安排行程，各收行程规划费协助代订机票、住宿等相关收费，是属于盈利行为，甲一般的亲友小酒去佚佗，无收另外的收费情况无同。那旅行业是特许行业，无执照袂当经营旅行社相关业务。若是帮阿波罗客店违法带团出去佚佗，相当会处50万罚款。民众透过脸书等这种网络针对不特定对象去招揽这样的一个旅游的话，就涉及到违法经营旅行业。那违法经营旅行业的部分，依照发展观光条例的规定，可处新台币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观光署呼吁民众带团出去佚佗，应该选择合法旅行社，行政旅行社会签订契约，会投保旅游保险、旅行业责任险，佮旅行中安排的车辆住宿等，也爱符合当地法规，旅游品质甲安全拢有保障。万一拄到旅游纠纷，民众会当凭契约书甲代收转付收据向品保协会申诉。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鼓励时代运动，有企业甲高雄市政府合作，打造全台湾第一台行动健身房巡回车。这台车会巡回伫高雄较偏远的地区，有专业教练指导时代使用健身器材，陪因活动筋骨。这庙埕有真侪运动器材，这是南门溪洪平乡下晡的时阵，为少老大人伫运动，佮有教练的指导。应将健身房搬到户外，全靠这台全国第一台行动健身房巡回车，未来伊卖驶到高雄较偏乡的地区，亲像美浓大树顶10外所在。呀，这举重的时候，我觉得我肩颈跟腹部都有用到力量，然后就这样子，好像觉得呼吸也上比较舒服。师傅给感觉甲咱提醒啊，甲咱那个足重要的。这台巡回车不只有18种的健身器材，还有2位专业的运动教练、物理治疗师。那大多人拢无运动，可能面临老脱臼或者是筋膜减少问题。若是无洗一跋倒，骨头可能会断去。透过巡回车哪载哪宣传，老人加速户外做回来运动。肩膀会较少，所以伊常常会有氧，啊无就是伊常常会跋倒，伊的平衡会较无好。预防疾病，然后再往前进一步到健康的促进，这个对于我们长辈能够有更好的这个运动的习惯。目前高雄市65岁以上老大人有54万多人，每年佫会增加。这台行动健身房巡回车拍运动环境具烈问题，会使到邻里社区鼓励老大人多多使用运动器材，有防病情发生。记者综合报道。今日因为受到大陆冷气团的影响，北部、东北部的天气有较冷，其他地区早暗的温度嘛有较低。也明仔大陆冷气团减弱以后，透早会受到辐射冷却影响，各地头的温度也会较低。不过日射气温会变较烧热，早晚温度嘛会差真大。提醒民众要注意天气的变化。下晡报天气写款，来看各地头详细温度。北部地区15度至20度，
中部地区16度至22度。南部地区17度至24度，东部地区15度至20度，外岛地区11度至19度。还有未来3天的气象。感谢收看下晡新闻，我是陈志安，那明仔载同一时间再会。